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6章。西弗人过去基比亚甲扫罗报告，讲大卫灭伫约书门东边的哈基拉山。扫罗就起来，带以色列中特选的兵3000，落去西弗的旷野，要找大卫。扫罗伫约书门东边的哈基拉山路边扎营，大卫踮伫旷野，听到扫罗来旷野要追入伊，就找几若个侦探去探，才知扫罗真正来啦。大卫就出发去扫罗扎营的所在，看到扫罗甲尼尼的囝元帅押尼尼困的所在。扫罗困伫军营的中央，部队伫伊的周围扎营。大卫对迄人阿希米勒甲西罗亚的囝约押的兄弟阿比斯讲：啥人要甲我落去扫罗的营内？阿比斯讲：我甲你落去。大卫甲阿比斯透暝到部队遐，看到扫罗伫军营的中央伫困，伊的枪伫头壳边插伫涂骹，押尼尼甲军兵困伫伊的周围。阿比斯对大卫讲：今仔日上帝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，请准我用枪甲伊插通过，钉伫涂骹，一个就好，免插两下。大卫甲阿比斯讲：毋通甲伊杀死，啥人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，阁会当无罪。大卫阁讲：我记永远的上主咒诅，上主会甲伊拍死，若毋是死期到死去，就是伫战场战死。我绝对毋敢下手拍上主选立的王，干那摕伊头壳边的枪甲水盘，咱就走。大卫就去摕扫罗头壳边的枪甲水盘，两人离开，无人看到，无人知，嘛无人醒，因拢伫困，因为上主互因困冬眠。后来，大卫过去另外一边，徛伫山顶，甲因3字不止远。大卫对军队甲尼尼的囝押尼尼话讲：押尼尼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若毋应？押尼尼讲：你是啥人？敢甲王插枪？大卫对押尼尼讲：你敢毋是以色列中上强的勇士？是安怎你无保护你的主、你的王？拄则有一个兵仔入去要害你的王、你的主，你无尽责任。我记永远的上主咒诅，恁拢该死，因为无保护恁的主，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。你看觅咧，王头壳边的枪甲水盘伫倒位？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，就讲：我的囝大卫是你哦。大卫讲：王，我的主啊，是我。伊阁讲：我的主是安怎伫坠入你的奴仆？我有做甚物？我有做甚物歹？王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听奴仆的话。若是上主激动你攻击我，愿意欢喜接受我献的祭；若是人甲你使弄，愿因受上主咒诅，因为因今仔日甲我赶出上主应允的土地，害我着去服侍别个神明。求你毋通互我死伫外国，离开上主面前。以色列王若着出来找一只家走，若着伫山林亲像缀入一只野鸟。扫罗应讲：我毋对，我的囝大卫
你通倒来，我袂阁害你，因为今仔日你有看中我诶性命，我实在真糊涂，犯遮尔大诶错误。大比讲，王啊，你诶枪伫遮，请叫一个部下过来掠转去。上主会照逐个人诶正义信息，甲伊报答。今仔日上主有将你交伫我诶手，毋过我无出手伤害上主选立诶王。我今仔日看重你诶性命，愿上主嘛安尼看重我诶性命，救我脱离所有诶患难。扫罗甲大比讲：我诶囝大比，愿你得到上帝诶祝福，你会做大代志，所做一切一定会成功。大比就离开，扫罗嘛倒转去伊住诶所在。